次嘅設計啦，主要就係以一個北歐簡約啦、自然同和暖嘅基調，打造出一個收納度高同埋溫馨嘅屋企。咁喺大廳嘅設計上啦，整體以米白色為主調啦，附以低飽和度嘅木材、唔同圖案嘅暗紋牆紙。咁呢一種通按通嘅用色咧，低調得嚟，亦都有種優雅嘅感覺。我亦都將展示同埋收納兩大元素融合喺飯廳嘅牆身。屋主可以喺展示空間上邊擺放家具小品，而兩個高身嘅儲物櫃提供大量嘅儲物空間。去到主人房同埋衣帽間，設計咧就採用高飽和度嘅牆紙嚟做點綴，除咗可以明顯區分大廳同埋主人房嘅唔同之外啦，亦都可以令到空間增添多啲色彩，映襯翻大海嘅景觀。而喺浴缸嘅牆身，我特登設計咗一個結合收納功能同埋特色牆嘅設計，喺每個方形空間裏邊用上漸變顏色嘅馬賽克嚟做點綴，成個空間充滿藝術氣息同埋實用性。